你看 OBS，直播的免费程式哦，也可以选第一次设定选只用虚拟相机就可以只用电脑萤幕直播，内容丰富。这个怎么找到的？把它关键字词贴前面加井字号，贴到这个 YouTube 频道社群的贴文有没有看到 OBS？点进去就，竟然影片数这么多，7.5万部，1.8万个频道，内容很丰富，而且英文的呢全世界的，用英文的关键字词容易找到全世界的，然后按免费程式，免费程式，免费录影，跟免费的有关的都会列出来。